有冇啲唔使食代餐嘅方法可以減到㗎？苦瓜勝肽食苦瓜咪得咯，你要食勁多苦瓜咧，先可以等於到你食一粒減少脂肪、控糖啦，促進新陳代謝咧，控制體重嘅，咁就可以唔食代餐又可以減到肚腩啦。減脂非肌肉流失嘅減重效果嘅，100% 台灣製造，世界上唯一一隻可以入到美國 FDA 認可嘅新膳食原料清單入邊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機店長。之前飛機店長咧用咗6個月時間咧減咗5寸腰同埋咧20幾磅。除咗話想靚仔啲之外咧，其實主要咧都想個人健康啲，都可以照顧到身邊嘅人啊嘛。咁之前我減咧主要咧都係食代餐啦。去到咁上下咧都有朋友仔問我有冇啲唔使食代餐嘅方法可以減到㗎？咁今次咧就要推介俾大家呢個嚟自康之心嘅苦瓜勝肽，可以幫我哋減脂啦、控糖啦、增肌啦、促進心血管健康添。咁就可以唔食代餐又可以減到肚腩啦。苦瓜勝肽食苦瓜咪得咯，冇錯係得嘅。佢都係喺苦瓜入邊咧天然提煉出嚟嘅。咁但係咧每一粒入邊大概有20條苦瓜咁多嘅苦瓜勝肽嘅，咁所以咧你要食勁多苦瓜咧先可以等於到你食一粒。係咪食咗咧我暴飲暴食，日日自助餐都減到肥㗎？嗱，咁梗係唔係啦，都要配合均衡飲食咧先可以減到肥嘅。我自己試咗，我諗1個月咗緊啦，有時食多少少嘢咧，仍然見到個體重咧可以 keep 到平穩啦，或者甚至乎微微下降。比我未食呢個苦瓜勝肽之前咧，如果我食同樣嘅嘢，可能咧就會慢慢增加個體重嘅。我覺得佢都幾有效用嘅。咁另外仲有咧就係食同樣嘅嘢咧，少咗個肚餓嘅感覺，因為有時食代餐咧，可能餐與餐之間咧有一段時間都比較餓少少噶嘛。食咗嘢之後咧，嗰個飽肚嗰個時間咧就比較長咗。食喺代餐啊或者均衡飲食嘅時候咧，餓嘅感覺咧少咗好多。咁可能好多朋友仔都聽過啊，食呢個苦瓜勝肽咧可以控制到個體重啦，減少咧脂肪形成啦，促進新陳代謝功能啦。我哋呢隻苦瓜勝肽咧叫 Insumate， 暫時世界上唯一一隻可以入到美國 FDA 認可嘅新膳食原料清單入邊嘅。另外咧，佢仲加入咗呢個 Olavita 法國橄欖葉嘅提取物咧，促進人體咧生成呢個 GLP-1咧。根據香港大學醫學院研究咧，呢個 GLP-1咧係可以做到一個減脂非肌肉流失嘅減重效果嘅。咁呢個好重要嘅，因為之前我都提過，如果咧你猛咁唔食嘢咧，你就係冇咗脂肪，亦都冇埋啲肌肉咧，咁變咗你個基礎代謝率跌咗咧，咁好快反彈㗎。咁但係如果你減低咗脂肪，冇流失啲肌肉嘅時候咧，基礎代謝率仍然 keep 住咧，減完肥之後咧就冇咁容易反彈㗎啦。仲攞咗19項唔同嘅專利啦，11個唔同國家嘅發明獎項，仲有7篇咧國際期刊刊登咗嘅文章都有講及佢嘅。一般咧肥底嘅朋友咧好多時都三高啊嘛，咁佢仲加入咗納豆激酶啦、裙帶藻啦，仲有藤黃果攝取物咧，都係可以幫助到大家咧個心血管健康啦，同埋咧幫助燃燒脂肪嘅。咁個食法咧就係每日2次，每次咧就1至2粒，每一日咧2至4粒啦。用餐嘅時候用，餐前啊、餐後或者食飯嗰個前後食咧，咁就 OK 噶啦。咁呢個康之心嘅苦瓜勝肽咧，100% 台灣製造 ，HACCP 啦、ISO 啦、GMP 認證。咁同埋咧嗰個膠囊咧，亦都係用素食纖維做嘅，素食者咧亦都唔需要擔心，可以照食啦。咁12歲以下嘅小朋友啦、孕婦啦、餵哺緊母乳嘅女士咧，都係唔可以食嘅。本身係長期病患，可能食開糖尿啊，或者食開高血壓藥咧，就先徵詢醫生意見啦。希望大家食咗呢個康之心嘅苦瓜勝肽之後咧，就好似飛機店長咁啦，輕輕鬆鬆咧都可以 keep 住個咁靚仔嘅身形啦。希望大家中意飛機店長呢個推介啦。喂，咪住，記得 download 你手機 Apps 同埋加入我哋 WhatsApp group，入邊有晒我哋最新優惠同最新推介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